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2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美国国务院又搁宣布要卖台湾总价值23亿7千万的武器，这也是川普总统就任到今第9摆卖咱武器。交通大学发表上新型武汉肺炎检验的系统，5分钟内就通断定患者是感染病还是复原，搁有带抗体。美国川普总统所提名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已经伫咧共和党顶多数的联邦参议院顺利过关。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美国国务院又搁宣布要卖台湾总价值23亿7千万的武器，项目包含400粒鱼车第2型的飞弹、100组鱼车海上防卫系统的发射器、运输器种种。这也是川普总统上任到今第9摆卖咱武器。咱国防部唔但表示感谢，说明讲就是美国考虑台湾海峡情势的变化，要应付咱保卫国土的需要。面对台海情势真紧张，美国搁一届展现挺台湾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台军售总价值23亿7千万的军购案，目前进行通知国会定书，会伫1个月了后正式生效。这届军售武器项目包括400粒鱼车2型地面发射飞弹、411个集装箱、100套鱼车海防系统发射器、运输器等等。这嘛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第9届对台军售。这一次是继上一次美方对台军售新式征兆夹舱等3项武器装备之后，是持续依照《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再次供售我国所需要的防御性武器。在这个杂波比较多的状况下，它也能够执行反舰任务，可以符合我们在台海周边近海的一个防御能力，供我们自制的熊猫型反舰飞弹的话，也是一个互补作用。美国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不过1礼拜内2届卖予台湾的新型武器，像讲远程陆基飞弹、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射程拢达到270公里，会当打击中国液化城市军舰的目标船，可能会搁一届引起中国不满。针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强调讲，美方满足台湾军事战略甲防卫需求。另外，国防部提出后备军力的改革，不过真侪后备军人无住伫咧户籍地，唔知影去互教掉，可能会变作逃兵。未来造成妨害兵役地罪条例案件，可能会变多。现在后备指挥部跟全动室已经在研拟，包含了线上申请等等的做法。针对后备军人常常用出国的名义来避教调，国防部强调讲，若是收到教调令接买机票的，是无法度去互核准。另外，国军从2日开始第4季战备训练实兵演练，透过5天4夜战备周一直来操演，验证滨海决胜、谈话占得等等的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联邦政府外交部门的头人，国务卿麦蓬佩奥目前当伫咧东南亚访问，头一位对印度去。但网络顶头嘛有真侪台湾的民众热情咧邀请讲，敢无要我对台湾来行行咧？外交部这边嘛赞声，讲若这有影。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发言人是表示，一定把咱的好意转达转去。台美关系最近是愈来愈好。伫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甲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小连续访问台湾了后，台湾网友嘛表示，希望邀请国务卿蓬佩奥来台湾。AIT 发言人讲会转达。台湾真让美国客人感觉到很欢迎，我会把你的邀请传达给我们国务卿。其实按照台湾关系法，高级访问是美台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期待下一个访问。并有好伫咧请问发言人的影片当中回答网友的问题，嘛强调讲各界访问是美台关系真重要的一部分。外交部是表示，台湾人民拢真想要动面来感谢蓬佩奥任内对台湾的各种支持，但是目前还未收到消息。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也很希望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可以访问台湾。那当然，目前我们没有收到美方有说国务卿要来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或相关的一个资料但是相信台湾人民的这样子一个美意呢，我想 AIT 会转达让华府知道。蓬佩奥目前伫咧东南亚进行访问，25甲国防部长艾斯培到印度，会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卖甲印度国防部长举办会谈，双方可能会讨论合作来应应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讲，早起台湾民意基金会发表上届新的民调，指出台湾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较爱美国现任的川普总统连任。来民主党提名的Joe Biden调，多数人嘛袂烦恼，咱和美国的关系会行倒退。搁有虽然目前台湾海峡的气氛紧张，总是犹原有将近6成人对蔡英文总统中国的政策表示满意。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连任拍台湾牌，包括宣布官员访问台湾、卖军事设备予台湾，拢予台海的局势持续紧张。台湾民意基金会27公布10月份上新的民调，显示有5成3，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拢真欢喜看到川普连任，敢若有3成2的人民是反对的意见。若是拜登当选，有3成8的台湾民众烦恼讲台美的关系会倒退，不过另外5成10的民众是袂烦恼。有一部分人是根本就不希望川普连任，这一群人比较意识形态上通常都比较保守、比较亲中啦。美国到底会不会跟中国交锋？这边只是一个选举的短期的这样子的运作，还是美国长期的它大战略的改变，由过去的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楚，是不是要改弦更张？目前台美关系稳定，顶一日外交部长吴钊燮捌表示，目前无寻求甲美国建立全面外交的关系。针对这项政策，民调显示有4成3的民众无赞成，3成9的民众赞成，民意是呈现两极化。若台海发生战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讲，中共当局应该负起责任。不过，嘛有1成外的民众感觉讲，两岸拢应该负责。游盈隆指出，这是一项警讯。大军压境，国难当前的时候，台湾内部有1/3的人，会倾向于认为问题是在台湾这一边。或者是台湾也要负部分责任，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国民党里面有6成4的这个支持者认为责任在台湾。不过，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形之下，对总统蔡英文两岸政策整体的满意度，有5成8的民众认同蔡总统的表现。游盈隆分析，这嘛是蔡总统支持度一直维持咧真悬的主要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本人早起是去参加台湾警专学校校庆。伊也致辞的时阵强调讲，警察、消防和海巡人员拢是保护人民、安定社会，袂当缺欠的力量。此期政府一定会加紧速度来替警察人员改善装备，提高伫咧当地中间的安全性。我要跟大家承诺，我们的警察、消防和海巡同仁站在第一线保护人民，政府也会是大家的后盾。我们现在正在加紧脚步推动警察装备的汰换，像是更轻便的警棍、抛射式电击器，还有接近执行时的真实情境的训练等等，要来全面的提升我们警察执行的安全。另外，蔡总统也强调讲，消防人员这方面的补助计划，包含消防用车器具换新。搁有5年来加补3000名的骹手入来驻阵种种，一站一站拢有照进度咧推动。若海巡这方面，巡防军舰发展的计划确实也拢有进展，未来一定会有愈侪大型的舰艇、巡防船来支持海巡的用途。过来讲，因为传染症目前台湾往中国飞行机，敢若有北京、上海浦东、厦门和成都这4位机场。近来国民党是提议讲，应当会当先对货运加增加挂有效的机场，旧历新年到台商也通顺这个线路往回两岸。总是后的台商表示讲，货运换货运的用途，两项唔通南参讲较有通。为了管控新冠疫情，目前两岸往来刚有开放4个航点，北京、上海浦东、厦门，也阁有成都机场。但是，过几个月就是农历过年，不少台商拢有等来台湾过年的需求。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个提议，增加两岸货运的航点，来做春节台商等来台湾的包机网络。现在在春节前要全部回来，其实不管在机位上或者票价上，其实都有相当大的这个难度。那如果能够通过扩增货运航点，让本国的业者赚钱，未来也能够让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能够回家过年，我认为是兼具有经济价值又能够满足人道的需求。
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左正东强调，这是交通部6月份佮提出来的构想，但是互陆委会否决，希望政府会当再次考虑，以增加货运航点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嘛会当为旅游开放交情部署规划。但是台商却认为货运航点甲客运需求无同款。从货运的航点来增加，好像不太切实际。不能从货运的航点来切入，必须要从台胞台商人数较多的地方来切入，这样是他们比较需要的。有关台商返台过年相关的防疫问题，将在疫情安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两岸简化往来检疫的程序，可循两岸既有的协商机制来处理。陆委会表示，政府真重视台商意见，嘛理解因希望会当伫明年春节过年的时阵当来台湾的心情。但是春节的加班机牵涉到两岸互动，会顺以往的模式，由双方的民航主管机关来沟通。记者郭在特别由台北报道。原来讲，目前武汉肺炎的检验剂拢是针对体内敢有病毒伫咧验，尤其阳性、阴性，结果有当时嘛会烧叮当。台交通大学生物科技系专家早起发表全世界第一组技术上界新的检验系统，5分钟内就通综合人体内底病毒抗体、甲血栓的指数这些资料，断定患者是感染病，还是已经复原，佫有带抗体。甲检体放入去仪器，无到5分钟就能精准地判断这份检体是毋是有新冠肺炎的抗体、抗原或者是血栓。特殊的生物性材料底下呢，我们再结合交大最强项的半导体制程技术，病毒直接结合或者抗体直接结合之后，它的阻抗就会提高。那这样透过这样的提高，我们就可以去反推说现在病毒跟或者是抗体的一个浓度、定量跟定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同时可以测抗体、抗原跟核酸的。目前伫市面上快筛检测的定性体检，拢注重伫咧判定是毋是有感染，验过只有可能发生伪阳甲伪阴的情形。研发团队的全定量快筛检测，以实验数字来看，会当做数值分析来判断患者是拄则去挖着，也是重症恢复期，或者是好了个都有抗体无共程度。搁再经由混乱的资料，就是监控患者的情形。目前现行的这些检测只有定性，没办法定量。当这样的检测出来后，我们再搭配PCR 的平台，更可以达到超过90%以上的这个准确率。那经由模组化的方式的话，它的这个整套平台还可以用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应用，心脏病的这个救护车的这个紧急的这个检测。研发团队讲，这套电晶片平台系统检测的精准度加灵敏度拢有符合国际欧盟 CE 加台湾 TFDA 的标准。目前已经完成 IRB 申请，也阁摕到美国 FDA 紧急许可的申请临床试验，上紧伫2021年就当开始量产上市，希望会当赶紧加入疫情的防控。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台中市51岁流行性感冒预防针资料所发生急性神经炎迄个民众，到当还未脱离险境。卫生福利部也说明讲，患者若要采用免疫球200这款自费治疗的项目，已经有企业主讲会援助。地方的卫生局也强调，病症起因敢是和预防针有牵连，还阁伫咧查明，民众毋免伤过惊吓。51岁适龄的查甫人无慢性病史，却伫咧做公费的流感疫苗了后10天出现急性神经炎的症状，目前还未脱离危险。打开始是以健保给付的会场来换，所落来疗程若是考虑免疫球200，医疗费真悬是要到30万。就是换血浆，其他血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打免疫球蛋白，但是那个要自费，而且一次就20-30万，然后所以就我们只能采取做血浆置换。针对所落来可能要面对真济医疗费，卫福部证实有企业家表示愿意提供协助，毋过甲卫福部无关系。企业的人士知道这项状况，就愿意捐款协助，那与卫福部是无关的。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适龄的查甫人还未脱离危险，分别指数有3分，已经全力协助家属，毋过也是强调讲，疫苗反应不良的个案，拢抑阁伫咧调查因果关系，民众免伤惊吓。大概昏迷指数大概3分，每天用血浆置换术来给他治疗，治疗一个疗程以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再提供可能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治疗。赛诺菲这种疫苗是全世界都在施打，但目前是就新闻所知道，新加坡是暂停的，所以台湾目前中央的处理哈还是继续施打。对。台中市卫生局长指出，就算是免疫球2倍治疗，嘛是爱看患者的身体反应，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效，嘛会协助家属向中央提出有害救济。毋过，敢是因为疫苗所引起的急性心肌炎，目前由卫福部专业单位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这边也有一个民众伫网络写讲，带幼囝去诊所自费治流行性感冒的预防针，结果注射转来，这个囡仔煞5分钟就讲要放一摆药，带去大病院检查，佫拢讲找无原因，惊又佫是注预防针来锁定。但市府卫生局也说明，到底敢有因果牵连，已经咧调查详细。治流感疫苗台中发生一件有性命危险的案例，也让民众对疫苗的副作用提高警觉。台南有一个爸爸26伫网络打文讲，家己的囡仔注射了后有焦虑的状况，平均5分钟就要放尿一解。让伊更较烦恼的是，经过大病院的检查，验尿拢无问题，惊讲是疫苗造成的。实际去问注射的诊所，医师表示讲会协助转移，而且已经通报顶面的单位来调查。家长那个也是，其实态度很善意啦，他只是怕那个就是有相关的那个病例会有出现了，大部分都是酸痛啦，酸痛就是酸痛，对，发烧的病例也不多。是有害怕啦，那他打完回来，我都很会注意他们的状况。医师强调讲，根据英国的经验，治流感疫苗的副作用大部分拢是痛也是肿，真少人会有发烧的状况。但是过1-2天就会自然的恢复，焦虑的状况是第一届拄到，嘛无法度确定和疫苗敢有关系。台南市卫生局是讲，会以个案的背景来调查，而且提供医疗的协助。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卫生单位都会去介入了解，是不是真的是施打流感疫苗引起的？那相关的话，如果是真的确认的话，我们会要害救济这些都会来做处理。台南市卫生局表示讲，到2月为止，目前台南市治流感预防针不良的反应总共是3件。卫生局也呼吁大家讲，注疫苗敢若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做好个人的防护，接洗手、刮嘴暗是较实在。记者综合报道。近来气候多变化，幼囡仔去挂急诊的人数嘛真侪。目前统计病毒性的胃肠炎顶一半，过来就是一款呼吸道的病毒，或者 RSV， 这站患者已经加袂少。医师提醒 ，RSV 病毒嘛是经过烂手烧化，症头和感冒是要共。不过囡仔愈会大气喘、歹困入眠，咱做父母的就要提高警觉。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病医小儿科的候诊室全部拢是家长甲小朋友，因为进入秋冬季节，除了新冠病毒甲流感发挥，也佫有其他病毒伫咧传，互真侪小朋友拢破病啊。发烧，然后拉肚子，胃口不好，对啊，还一直咳嗽。因为他一直在发烧，然后就是在流鼻血、咳嗽这样子，然后想说是不是腺病毒还是怎么了？对，所以因为他已经发烧第5天了。根据疾管署的监测发现，流感的疫情虽望伫咧低点，不过伫咧中秋连假了后，6月以下幼儿对流感急诊的人次煞维持高峰。到9月份，逐礼拜1800人次，到最近达到每礼拜2400人次。其中呼吸道融合病毒，简称 RSV， 佫是对一礼拜32例增加到118例，增加到2.7倍。病毒性胃肠炎嘛，对逐礼拜700多例，增加到1100例。医师提醒 ，RSV 病毒是乱手传染，症状甲一般的感冒真相共，不过可以引起喘气喘不过来的症状，家长就要提高警觉。如果小孩子有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加到发烧的话，要特别注意小孩子的那个呼吸状况。如果小孩子没有发烧的时候喘得很厉害、睡不着的话，要立刻就医，要表示说他的呼吸困难已经达到一个程度哈。医师表示，最近幼儿流行病毒感染率增加，甲囡仔喙炎挂袂掉有关系，也是提醒父母唔通放任防疫，敢若有接洗手、挂喙炎，避免出入公共场所，才会当降低病毒感染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国际，搁在8天美国的总统大选特别登票。无偌久之前，川普总统所提名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但已经伫咧共和党的议员顶多数的联邦参议院顺利过关。这当阵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是6个对3个，因为这块是透死人免落任的终身职务，短期间这款比例可能也未阁有改变。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伫咧2以52对48票通过巴瑞特出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了后，川普伫咧白宫的巴瑞特宣誓典礼高调庆祝宣传。但继当天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主持的司法宣誓仪式了，巴瑞特就会正式正式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That I will do my job without any fear or favor, and that I will do so independently of both the political branches and of my own preferences. 48岁保守派法官巴瑞特是逮捕今年9月18，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过身了的亏，将在川普任内提名的第3位大法官，也彻底改变最高法院的生态，和保守派加自由派比例变作6比3的绝对优势。对争议的健保、倒台权，甚至是后个月总统大选开票的争议，拢有可能发挥影响力。因为大法官是终身制，也等于是确保最高法院未来有境的地位不变。虽然强调家己信奉法律本身，未受到个人观念的影响，也未受到总统或者是政治政党的左右，然过伊的连署案一直是高度争议。反对者质疑，就要大选啦，应该把这个大法官的席位留予新总统提名。共和党过去也捌用这个理由反对奥巴马所提名的大法官连选，然过这边离选国国家化。川普无顾到新冠疫情，伫白宫的玫瑰园办大型的提名活动，伫事后参加的政教幕僚连续发生确诊的事件，被称作是超级传播者大会。然过连续案件依然顺利伫咧国会强烈表决过关，将在川普大选进程的一段胜利。共和党伫咧参议院有53席次是多数。通过是伫意料中，然过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因为反对伫咧选前就决定投无赞成票。这个案件伫咧国会意见是立场正分明。巴瑞特将在这份改变大法官任命当中，唯一无摕到一张少数党赞成票的大法官。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欧洲，昨法国大院的人数已经是半冬来上介济的一日。俄罗斯也新增加17000几人染病，还有意大利因为加强管制，所以引起真侪民众行上街路抗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专家提醒讲，民众暂且爱忍耐，才袂落尾规国拢着封锁。另外，美国的股市也受武汉肺炎牵连，近来7礼拜涨半上忝。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都灵日暗时是真无平静，几廿百个示威的民众不满政府实施更较严格防疫措施，有人甲警方牵物件，嘛有人真想起讲人的店头，叫警方以催泪瓦斯来驱离。当局规定，未来30天内，餐厅甲咖啡厅暗时6点都要休困，店头的收入减少。米兰甲罗马拢有业者配合甲真唔情愿。Il pranzo c'è il 75% dei lavoratori in smart working, quindi noi abbiamo terminato il nostro lavoro e non so, credo che settimana prossima chiuderemo. 规个欧洲的疫情是真严重，法国日通报过去24点钟住院的人数，创下从4月初以来上悬的纪录。日感染的患者住院使用1307张的病床。俄罗斯日5日新增加的确诊超过17000例，有219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欧洲伫防疫规范做了还无够，爱搁拍拼。We can avoid national lockdowns. We can avoid massive restrictive movements if everyone plays their part. It means individual sacrifices. We're well behind this virus in Europe. So getting ahead of it is going to take some serious acceleration in what we do. 美国甲欧洲嘛，因为确诊的人数直头增加，股市是落价。美国股市日创下从9月初3以来落上济。
道琼盘中捌落到950点，买手收伫650点，标普500落的幅度是1.9%，纳斯达克是落1.6%。旅游业甲能源类股损失是真大，美国加勒比集团股价是落超过8%，英国航空的母企业国际航空集团 IAG 收盘嘛落7.6%。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不动产买卖实价登录实施到今已经8档，不过民间团体也表示，目前所登记的，敢若会当看出30号的门牌号码跳一旁，阁有哪起哪卖新厝，也无强制爱随登记。无怪讲厝价一直无够透明，众人也望讲行政院苏贞昌院长都爱照品照行，紧甲实价登录改良的法案送去立法院审查。就像您看到，过来下半年疫情转好，买厝的人是变较济。招问经济永庆房屋统计第3季的厝价表现指出，这大都会区的厝价拢比前一季较起，幅度伫咧2.5%至5.2%之间。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阁提出，新竹有某一个建案，伊卖厝去互卖了，厝价是安怎去互拆起来对话？投资客跟这个建商，然后可能是在一个串通的状况之下，一开卖，投资客马上把它扫光，加价200万之后又再卖一次。照即卖规定，伊卖厝无需要即时登录。赵文甲消基会甲房市改革联盟等等的民间团体拢认为讲，这就是会变做差厝价所在。来比对内政部实价登录修法草案，甲时代力量和民众党的版本内底，会当发现，那日起有卖厝公开指门牌号码，也有增加查核权甲处罚，主要方向是一致。修法的部分就爱赶紧，袂当搁等落去啊。A 案有100户，那送到地政机关去做登录了。那实价登录在正式销售之后呢，实价登录它有卖出去2户，那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有2%的一个销售率，所以消费者就不会被业者给这个忽。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长苏贞昌9月2到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已经答应讲，要甲实价登录2.0来做这个会期的优先法案，而且送去立法院审议。不过1个月搁过去啊，也是无动静。那列两大党团嘛，应该爱表态，才会当互大部分的民众会当有公开透明而且合理的买厝资讯。记者综合报道。连续来关心几条旅游观光业的消息。讲到旅游观光业，今年确实真艰难，尤其观光局一暗一间房1000块的安心旅游补助，月底就要收煞。那中台湾观光产业联盟协会也主动宣布，已经招募各地头500间旅馆民宿的业者，望政府会当对半出一平牺牲500块，继续优待予民众肯要出门行大佚佗。我们上半年的惨状就已经让旅宿业损失了160亿。好，那我觉得如果政府这个没有办法出1000块的话，如果能再找出这个500块钱，好，一个房间补助500块的话，那因为一个房间的这个补助出游哈，可以创造接近7000块的这个消费补助了。啊，如果能这样子做的话，那么我们政府如果能在这个出这个40亿的话，就有机会可以创造560亿的这个观光产值。啊，那对我们的产业跟我们的整个社会大众会帮助很大。协会理事长也强调讲，照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补助1000就会当带动7000块的收入。若政府和业者一人出500，效果应当是会愈好。也望政府继续投入40亿的金额，安尼唔当会当对顶半档业者拢总减赚的160亿，加减有补助，佮通另外创造出560亿的消费，实在真值得考虑详细。武汉肺炎嘛严重影响航空产业，华航甲中营客运的营业额拢剩1成尔。加在货运这方面已经有渐渐搁再趁钱。早起交通部民航局和各航空公司同齐会议，局长也提醒众人，照看都要搁5档，世界航空产业才有法度完全复原。业者都要留一口气，等待时效的公平。新冠肺炎的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地拖，全球航空业也是受到真严重的冲击。民航局甲航发会邀请国内各航空公司来共同讨论，伫咧疫情的长期影响之下，航空公司爱怎样应变？我们是要先存活下来了啊，那存活下来就是说你要不能有太多的现金流失吧，啊，那要维持正常的那个运作啊。目前我们还 OK 啦。那客运航班大概我们只能维持10%左右的航班。那不管从口罩、手套、
就包括这个护目镜啊，还有这个防护衣，我们都有完整的提供给这个 crew 来使用，会慢慢走向所谓 contactless， 就是零接触这样的一个 airport check-in。民航局原本一直表示讲，新冠肺炎的疫情到7、8月份就会结束，不过即马国外疫情也是真严重。桃园国际机场目前的旅客量，敢若估计降至3%的水准。华航中型的客运航班减到敢若剩一成，第一季2大航空拢是了钱，不过好加在货运的生意真好。第二季开始，华航中型航业运已经开始赚钱。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所发布的最新报告，疫情继续，企业也是承受债务压力，商务出差预算嘛继续受到限制，再加上真济国家也是实施旅行的限制，以及全球航空业的客运量至少要到2024年才会当完全恢复到2019年的水准。出差的部分的话呢，现在远距视频的部分的话呢，可以取代一部分。即使 COVID-19 消失了，疫苗有效，可能在商务游的部分、商务出差的部分，次数会减少。亚洲地区、亚太地区可以复苏的比较快，大概3到4年可以恢复。欧美根据他们的预估，可能要5到6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目前欧美还没有控制得很好。民航局认为讲，即马这个阶段，国内航空公司伫咧国际上的表现也阁算袂歹，所以希望航空相关产业甲上下尾一口气留落来，若无恐惊看袂到5年了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游览，台东县的美丽湾度假村因为开发无成，昨县府已经先派人去拆看板，过来起好的大楼要怎样发落？环保团体当时表示，经过营造厂估计，规栋度假村价值极价拍算只剩4亿外，县府就唔通去甲人买了伤贵。上介好是直接拆掉，安尼唔若环保开销阁上介省。美丽湾度假村的看板，离台东县政府的督导之下，由工人一笔一画拆掉。拆掉看板会煞来拆除主体建筑吗？环保团体下早举行记者会，指出经过计算，拆除费用大约是3000多万，但是若要活化再利用，佮要征收佮进行相关的审查，恐惊爱佮开1.5亿到4亿。拆掉比较省钱，拆掉比较环保，很明显的拆除是一个最好的选项。不过，全团一期，这栋10多年无使用过的建筑，真正有6.29亿的价值吗？透过建筑师委托大型营造厂估算，以当年建造的成本一平4万块来计算，建不定有2.2亿的价值，就算以今年基准来计算，嘛大约4.5亿。建筑物起10多年，至少嘛要折旧1成左右，县府恐惊是买贵啊。看看他们到底当时是怎么样去计算的。那从我们的当然从现在我们所获得的有限资料来推估，我们都觉得它是买贵了，要求县政府这边把这个建价的资料公开。有关是毋是要拆，县府进前表示要交予台东人民来讨论。26号的拆除看板作业是伫处理业者的同意之下进行，将来估计点交验收会开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后会优先展开沙坡步道的修理，估计明年热天进前来开放。为了安全的缘故呢，我们希望这个公共的海域的空间呢，我们做一点点的修缮。业者是毋是会当接受买回金额是6.29亿的？智信集团发言人表示，暂时无要接受采访，但强调已经公开发布重大的信息，指出本案重大损失的金额搁咧估算当中，公司会伫109年度的财报认列伊的损失的金额嘛毋是媒体所预估的5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顶礼拜云林县拿来的延明国中，雄雄有规大群的高山总入去跳悬跳架。一个查才知影，原来就是20几丛已经种落去40-50吨的大王椰子树，当伫咧开花结籽。但公所的人员只有是拍拼赶高，椰子树花苞若有落，也会紧扣讨角，互高山无通讨食，就袂一直来挖。云林拿来的延平国中，这个月2日有一阵猴，差不多20-30只，走入去因学校，甚至还阁想要抢学生手拎的早顿。后来林务局委托滨科大团队勘查了后，发现讲，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门口的椰子树，即马当咧开花结籽，所以下高山都来找食的。关键是山上的猴子没有东西吃，然后又进不去一般的农园，所以他下来找大王椰子。那校内的大王椰子总共有6颗，那校外就是外面通学步道这一排，这边有10几颗。
学校表示，目前当时山顶柑仔的采收期，路面是全面戒备，可能因为安尼，互山顶的狗四界咧找食的。不过学校遮拢总20丛的大王椰子树，树龄拢要到50年，无可能甲错掉。目前敢若会当请学校这边的人员，甲涂骹的花唔甲锯捡起来，避免狗山仔来找食的。我们接触了一些驱鸟专家，他们有新的雷射的东西哦，但我们还在实验阶段。未来我们用类似那种新的驱吼的仪器来驱吼。当然，我们追根究底还是认为说，中央农委会这个部分哦，要针对猴子的减量的部分，好，因为猴子实在太多，减量部分他们研议相关的措施。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目前甲林务局合作，补助拿来向公所，有请专人去学校边仔赶狗。这几天暂时无阁出现狗入侵校园的情形，不过因为狗的数量真多，未来敢是会阁走去学校内底，还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关心教育来讲，这月日台东县教育处主动发公示，宣布县内所有的各中各校唔免搁再配合校外的团体举办交通安全也是防灾反毒品这款政令宣导的比赛，一切以正常教学为重。但真侪老师甲行政人员也表示，既然这张公文讲了这明，别日打头，相信就会加较轻。故事演讲比赛，台顶的学生正努力伫咧表现，这拢是老师学生辛苦努力的练习，争取上台甲其他学校比赛。不过对学校来讲是一种压力，而且有关配合一年差不多100多场的校外有关交通安全、防灾或者是反毒等政令宣导式的比赛。关乎教育处宣布，怎么还是各中小停办政令宣导式比赛？在业务上面对成本来讲是有益的。第二个是对学生的学习来讲，就是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教育本质。台南县教育局讲，学校应该登到正常的教学活动，学生的创意不应该限制在政令宣导的主题。他们很多天马行空，非常好的想象，很多创意。那我觉得，干嘛我们用政令宣导的方式来拘束孩子们想象的空间？林正宏强调，不是反对政令宣导，是学习竞赛爱单纯化、教学化。未来政府的政令宣导会当用其他形式来进行，卖互老师、学生开上侪时间伫咧参加政令宣导式的比赛。这样是台东县第一遍用公文正式宣布，互学校有所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公园来看花莲，近来民众入去深山内临急造物意外案件发生未少。但花莲县消防局也特别伫咧济人行搭关山下骹的出入口设告示，提醒民众要入山，先用手机掠199报案的 APP。当然啊，伫咧山内拄到啥意外，救援人员就通第一时间就掌握报案的对象，目前地点是伫倒位？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未当出国旅游的关系，今年爬山的活动变甲真流行。不过嘛，清在传出爬山发生意外，那空勤直升机出勤的数量直头增加，地面的救援队员嘛酷壮。108年的时候，我们全县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辖境内，总共有29件山岳事故求救，但是在今年109年，光1到8月就有44件之多，所以它整个是大幅度的成长。为着要让救援的任务会当更较顺利来完成，花莲县消防局伫较侪人去的登山入口处做看板，请登山客下载119报案的 App， 口座开通了后，无论报案的时阵人伫倒位，消防指挥中心拢会当掌握地点。如果你已经受伤了，没有办法发声讲话，那你也可以选择用简讯报案的方式，就是绿色这个图示，它一样会带出你的坐标点，然后只要按右上方有传送简讯，然后按发送。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收到报案的那个简讯。不过，这个系统嘛，防自己讲，因为会显示行踪，所以非法的登山客根本袂去下载，要是会造成搜救的困难。爬黑山的人一定是不会下载的。强迫他们下载很简单，就是如果说以后登黑山被抓到的时候，我们的罚则重，他没办法，他一定只好先下载。针对这点，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非法的登山客上好要是爱先下载119报案的 App， 若是拄到危险的时阵，要是会当使用。你若非法爬山，要是会照花莲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依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1冬前的八八水灾造成屏东真侪原住民部落淹水，族人都爱搬山去新起的永久厝生活。不过有的村民都无分配到永久厝，所以搬瓦去和亲人同齐住。近来县议会通过修改自治条例，开放永久厝的庄内会当阁加起新的户数，通好当时受水灾损害，才会共工作的原住民，较免烦恼徛起的问题。
2009年8月初8迄一日，洪台莫拉克省长南部几落个住伫山区附近的部落做大水，真侪人失去因的家园，佮有亲人。透过外界寄付，屏东有起7个基地，计共1320间的永久厝。当初时无分配到厝的村民，但希望会当和部落做伙生活，因为安尼县府和议会打合。首长通过自治条例，开放当初时受灾的族人通申请家己起厝。很多兄弟姐妹都还没回来，没办法回来。如果有这个政策的话是最好的。感谢有一些族人啊，愿意为我们这些还在外面的弟兄姐妹，然后可以来申请这些东西。条例通过，唔但会当保留部落的完整，亲人总算会使团圆。听到会使转来部落起厝，真侪人拢真欢喜。不过要起嘛是有条件的。你现在的永久屋基地里面，你必须要有剩下的建地，这是一个前提要件。那第二个，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解决当时的集体迁村的部落。那所以第二个资格就是说，你必须是集体迁村的部落。县府做初步的统计，想要家己起厝的家族有上百户。申请者就家己存起厝的钱，虽然厝体所有权是申请者的，不过永久厝袂当买卖。修正条例上紧伫10月中旬就会公告，安怎执行，时到阁会和部落开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山有海，河川侪经治水，啊，不过溪底粪扫也袂少。但水利署第3河川局近来就汇集200个志工，去到台中白鸭溪拿清粪扫，拿欣赏迄条溪大自然的生态，也通好鼓舞众人对保护水质这项议题的重视。对草埔捡到这么大的生命画像，有人捡到乌多摆的零件，这大细项的粪扫，拢是对这条白鸭溪的溪仔墘清出来的。整台摩托车的零件，几乎外壳，还有就是整个客厅的那个摆饰都有。做这个净溪，我们就可以让法子溪逐渐恢复它最初就是没有受到人为干扰的生态，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现在原本都已经看不到的原生种的动物、植物都可以逐渐复苏这样子。现场200个志工，有人专工带囡仔做伙来，大家拿清粪扫，拿欣赏这条溪的生态。上重要的是爱提升民众对河川水质保护的重视。我们11月7号的全国河川日呢，我们一系列的来举行。我们是希望我们全国的百姓能够认识河川、了解河川、喜欢河川、维护河川，进而呢大家来享受以水共同生活的日子。因为11月初7是全国河川日，水利署小连续举办净溪甲宣传活动。台湾有足侪美丽溪水，不过正需要民众的公德心。若无更较侪净溪活动，嘛是无采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自从教育改革推动到今，真侪学生囡仔课业的负担由远沉重。这当中有一期以教育做主题，或者1819的纪录片，导演本身也是一个大学生。这支片经过2档的制作，目前网讲会当阁无50万收买的经费，通好观众来看到，用平等的角度重新思考教育和长大成人的意义。今日校园开始规工的高中生活，大学生导演同家18岁迄年拍了夜机，等来母校南坎高中拍纪录片18、19，用影像记录高中生黄斌看起来平凡，不过算是真侪人落捌经过的青春。我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吗？我当然知道啊，就是要应付爸妈、应付学校，然后感觉好像很屌，然后有个大学。台湾教界26年，也是有升学的压力。拍片的过程当中，导演单家用傍观来记录高中生上课、考试、自习的思想生活，嘛重新检视家己的高中生活，甲迄当阵课文的家己来和解。伊认为讲18岁到19岁之间是人生重要的转变期，每一个决定都会去影响到未来。高中我开始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当时的导师、同学，甚至整个学校，他其实是不能理解你的。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也非常迷茫。18、19这部作品可以让家长啊、老师也一起了解现在高中的现况，因为他们现在要面对的自主学习。
10月19日制作团队平均年岁跟那22岁，是一出少年人翕少年人的纪录片，用2年的时间，经过千辛万苦的摄影，即马开始剪接，希望会当募款50万的后制经费来完成纪录片，带观众用平等的姿态，重新检视教育甲思考大汉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医疗来讲，高雄一个妇人人因为脚趾偏痛，听到人咧报药方，就家己去贴草乌、川乌这的汉药登去转，结果啉了煞头晕变凊寒。送去到病院检查，才知影讲有的汉药若转了无够久，都会造成心脏的毒性，实在都要真注意。心电图的线起起落落，代表高雄这位60几岁妇人人心脏皮破彩，速率到1分钟150倍。毋那是头晕凊寒，到病时阵是规身躯软到袂振动。医生查完医疗发现，原来是中药煮的时间无够久。总共在加护病房治疗了2天，出院之后呢，我们在一般病房又给他观察了3天，等他的心跳恢复正常，血压也稳定了。再让他办理出院。这位妇人人本来就高血压，因为脚趾边痛，找朋友问药方了，甲支支杯草乌加川乌一寡中药倒来行，无想到讲第一贴啉煞，3点钟内就毒性发作，赶紧送病院。医生讲草乌、川乌拢有乌头根，有毒性，一定要控2-3点钟才会无去，量若再无好，也会造成心脏毒性，造成死亡。嘴巴麻啦，吼。这个肢体冰冷哈，甚至呼吸不畅，最后会有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有那些所谓的心脏麻痹的这些副作用。医大病中医部长讲，除了科学中药以外，另外一种中药附子加川乌、草乌是同一类的食物，有保养驱寒的效果，会当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改善寒性体质。不过毒性较低，会当做代替。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教育来讲，目前送去立法院少年事件处理法主法的修正草案内底，甲食薰啉酒、参加帮派，拢总列做少年家偏差的行为，甚至使用手机电脑过头，嘛共款是项目在内。党有立委和民间团体就指出讲，这部草案的内容争议还阁真济，要求内政部即时就要先撤回。少年事件处理法伫去年通过修法，今年5月内政部搁再依照母法有个儿童加少年偏差行为辅导加预防办法草案，7岁到12岁触法的儿童，无搁再送警政司法体系处理，是改由教育或者是社政单位处理。比如讲，有学生拿偷摕物件，就由学校负责辅导。不过，伫草案内面有列出15项偏差行为的样态。和社工加民间团体拢积极是这个大标签。在权法里面有写了很多儿少不能做的事情，可能抽烟、喝酒、嚼槟榔啊，或者是进入什么样的场所。但是儿童权利公会就会觉得，他在还没有触法的情况下，你就先点名他，你未来会触法，这是一个不合理而且违背人权的。就像大人，我们不会说你未来可能会失业，或你未来可能会离婚，那我们赶快辅导你，让你不要离婚。草案所定义的离校偏差行为，包括加入帮派、跋筊、暗时伫外口拉扫、盗学、盗家、食薰、啉酒、观看暴力色情影片，甚至是过度使用3C 产品，也算是偏差，有必要被预防辅导。就连民进党的立委拢认为草案伤过含过，应该撤回。大家使用3C 产品的用法以及时间，已经不能用过去的那些观点去看他们。那你这样定下去，是不是一堆人都要抓走？全国离校案例机构联名讲，一年当中的中大生有3000多人，中二生有16000多人，因根本拢无伫咧学校内面，就算真正有偏差行为，也袂踮伫咧学校被辅导。新法实施了，就可能变做家庭、警政、教育3不管的对象，而社会单位也更加派介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这当阵当是沙目鱼大出，台南市为了推广在地沙目鱼，逐年拢会举办真侪活动。今年是客家区公所拍头阵，一站接一站，一定要让民众有好耍、有通食，甚至阁有掠。
用新鲜的沙巴鱼做披萨，吸引侪侪民众参与。台南是台湾沙巴鱼的大产区，台南市沙巴鱼文化节会由台南各区公所小连续举办，透过区域合作，做伙推广在地产业。咱的沙巴鱼伫咱全台湾产量同大，咱台南市呢产量有差不多28000公吨养殖的面积才有4700公顷啦台南市有5大区咧饲沙巴鱼，对咱的客家个北门7个将军甲安南区咱这个月陆续拢会当推动这。今年活动结合5大产区的特色，以沙巴鱼文化在地食材做主题，现场有免费的试食活动。主要项目有3项，第一项就是咱沙巴鱼丸免费输出，免费输出。第二项是咱沙巴鱼披萨 DIY 的现场制作，第三项就是咱沙巴鱼免费发放。对现主时开始到11月初7，每一个周末，各区公所拢有沙巴鱼产业文化活动会当参加。主办单位邀请大家趁假日时来台南品尝在地上青的沙巴鱼滋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台湾的地理正就是东亚海面主要的航路。自古以来，港口就是咱和国际往来重要的门通。咱国家的档案管理局当嘛当伫咧行政院新增联合办公大楼，展览基隆港、高雄港的文物，来看清朝时代到今台湾海岛的港口100年来的历史。大船入港，船内声响起，这个时阵，领港的船就爱驶外来，爬去大船顶，引导船安全驶入港内。这里有引水人证要登船，那他们形容他们在靠近船的时候叫做碰碰船。用影相甲互动式的展览，互参观的民众了解领港这道的辛苦甲专业。互动式的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AR 的那当然也有一个 VR 那 VR 的话呢，就是介绍这个引水人怎么样去从事他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在这个AR 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可以看到那个引水人呢怎么样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呢登船这边的香港档案展览，除了码头的报关进出、港口检疫等等，也有基隆港甲高雄港自清朝开港通商以来，码头的扩建、战争的毁害、转型才发展历史。咱对1919年这些相片，咱辛苦，咱的开发，咱迄个经济的发展，拢会使对这看到。在互动上面都做得蛮多的，然后加上。有一些像那个小朋友的积木，我觉得它就是不是说只有研究者或是大人才适合来看这个展，就算是小朋友他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参观展览，然后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台湾四面环海，港口是台湾甲世界连接的重要门户。主办单位展出头摆公开的国家级港口计划图、100年来的相片记录以及航运等等的相关知识，希望伫海岛生活民众对港口有更较深入的认识。伫行政院新增联合办公大楼，对现主时开始，展到明年5月底。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新北市报道。来看世界的新时代，讲用动画陪伴大人囡仔的梦工厂这个企业，今年开业第25档。目前因也当伫咧法国巴黎重新展览过去经典的作品，真侪囡仔兄囡仔姐爱看的漫画、原稿拢总伫咧现场一直摆出来。无论是甲经典故事无共的史瑞克，还是充满中国风格的功夫熊猫。或者是动物大逃亡的马达加斯加，介意放假的观众一定对这电影真熟悉。即马一寡经典的作品，伫咧法国巴黎搁一届来出现。正版的作品《分类内克》，打入门就那像今日去奇幻世界。真有名的漫画公司梦工厂今年成立满25周年，因特别结合25年以来的新会，伫咧法国巴黎免费展览。Pour chaque film, ils repartent sur un style différent. Donc ça, c'est assez passionnant. Et les artistes expliquent pourquoi. Les artistes expliquent que quand ils veulent partir sur une direction comme ça, même si elle est très bizarre, le studio les encourage. Donc c'est assez passionnant. Et c'est pour ça aussi.
1994年成立的梦工厂虽梦总部伫咧美国，毋过旗下艺术家是伫世界各国来的。因为题材风格真多元，25周年的展览当中，除了有珍贵的手画稿，真侪数位图嘛拢头一摆公开。作品相关的故事传说、创作者的访谈，还有真侪幕后的故事，拢看会到。切点人指出，展览除了让大家想起梦工厂的作品，嘛展现梦外艺术价值。Donc c'est un art contemporain majeur. Ce qui est fantastique, c'est de voir arriver des enfants, de les connecter avec l'art. Notamment, ils arrivent ici et ils voient au mur des personnages qu'ils connaissent. C'est très revalorisant de leur montrer que ce qu'ils aiment, c'est de l'art. 展览原本定伫咧3月份开幕，毋过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转来延到10月中。巴黎展期会到11月初，了会刷去瑞士继续展览。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来讲，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头甲外岛，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毋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含东半部，搁有大台北的山区，可能会落淡薄仔雨。过到中南部的山区，也会留海有雨水。到明仔暗，东北风就会反较透，北部甲东北部会较凉冷。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4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6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1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